你好，歡迎來到 Rooted， 一個引導冥想的體驗。我係你嘅主持人 Mai， 今日嘅節目係喚醒意識。其中一個最好嘅技巧去幫助將正念帶入日常生活，就係從一日嘅開始就開始。我哋好多時都有匆忙嘅早晨例行公事，直到日後先停低嚟感受當下。當你醒嚟嘅時候，喺起床之前花一啲時間停低，呢個練習可以幫助你用一個正念嘅時刻開始你嘅一日，增強你未來幾個鐘頭嘅內在生命力。要開始呢個冥想，請意識到你想專注嘅一個主題。而家請閉上你嘅眼睛，諗一諗一個主題：焦慮、恐懼、不確定，或者任何你可能掙扎緊嘅嘢。諗下你點解揀咗呢個主題。認識到當你反思呢個主題時，你嘅肚、胸同頭有咩感覺？你可以將咩情緒同呢啲內臟感覺聯繫起來？你可以識別出任何你相信嘅故事對呢個主題嘅正面或負面影響嗎？喺音樂播放時花1分鐘喺靜默冥想中釋放所有思想。而家請打開你嘅眼睛，嘗試喺你醒嚟開始一日嘅時候保持一定嘅意識。日常習慣令你容易進入自動駕駛模式，注意當你失去存在感嘅時候，並回到正念。合十禮。